身從無生中受生，有如幻出諸形象。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起諸善法本是幻，造諸惡業亦是幻。身如聚沒心如風，幻出無根無實性。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見身無實是佛見，了心如幻是佛了。了得身心本性通，斯人與佛何殊別？佛不見身知是佛，若實有知別無佛。智者能知罪性空，坦然不懼於生死。一切眾生性清淨，從本無生無可滅。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無罪福，幻化無因亦無生，皆悉自然見如是。諸法無非自化生，幻化無生無所謂。